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互咱过一摆三甲自责敬拜咱的主上帝。此时，请咱预备心来敬拜。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，唱歌学落伊的名的荣光，用学落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。全地要敬拜你，吟诗学落你，要吟诗学落你的名。只是请咱大家来吟诗学落上帝。圣诗第19首，圣诗第19首，为着美丽地面。为着灿烂的星星，是着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阻碍。天父上帝，阮齐声学落称呼你尊名。圣诗19首，请咱起立来吟。为着美丽地面，为着灿烂的星星，为着我出世以来所受一切阻碍，天父上帝，阮齐声学落称呼你尊名，为着大事的敬拜，无论你随我边，山水花木好光景，以我心心照光明。天父上帝，阮齐声学落称呼你尊名，为着你目的福气，为着心心的欢喜。五官通欣赏
伫温柔，天白上帝阮这上，我都请我你主名，为着温暖的家庭，我伫亲爱的父亲，天顶地像好朋友，愿心盼顾个温柔。天白上帝传这声，我都请我你出名，为着主是大恩惠，请地上所愿人类，诚心本变甲认真，地上生活他应承。天上帝阮这声，我都请我你尊名。阿门。这是请咱犹原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，请咱大家齐声来念许多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对圣神受胎，伫马阿出世，伫本州比亚岛任内受苦，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。咱今日要启用的是启应文第46，启应文46伫圣诗的后面1083页。启应文46，也就是以赛亚书45章。这时，请咱三甲来启用。创造天顶的上主安尼讲：伊造地，互地有形体。伊做的毋是混沌，伊安尼讲：我是上主，以外无别个。我无伫温密也是黑暗中甲恁讲。我上主所讲的是真实。这是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主爱天父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，你予阮会当搁一摆进入圣殿来敬拜你。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是值得敬拜甲学乐的。全地也要出欢喜的声来学乐你的圣名。父上帝，阮感谢你伫阮一生中的引带甲带领。你照着圣经所启示阮的话，予阮会当认捌你，认捌家己，也坚固阮的心，予阮会当坚心来倚靠你，予阮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的中间，阮拢会当安然自在。阮感谢你，天父上帝。阮若亲近你，你就要亲近阮。人生的过程，生命的价值，每一个人拢无相款。每一个人爱承担家己所爱面对的。相信你永远袂放弃阮。每一日的生活，阮要面对的真侪挑战，时常拄着无明白的所在。上帝，你的路
永远超越阮所思想的，阮承认家己的罪，家己的软弱甲有限。求主你加添阮的信心，互因谦卑追求主，谦卑跟对主，有主国外的大权能，甲阮同在，互阮体会，伫世间有苦难，毋过伫你有平安，有主的恩典，教育阮用。只是阮也要为中东的紧张局势，以及俄乌的战争，以及台湾国家安全民主来祈祷，恳求上帝来掌权、看顾甲保守，显明你的公义甲慈爱，化解国甲国、族甲族中间的仇恨。恳求你伫万百姓的心内点着真正和平的火，互这受灾的百姓会当得到安慰，也得到医治，也互因有气力来面对头前的路。恳求你用纯洁和平的智慧来引带世界各国的领导者，互你的国伫和平的中间临到因的所在。求你引带因除去三对敌和自私的野心，搁对因的心中唤起公平正直、甲和谐一致的精神，早日结束战争，互人民会当过着平安的生活。主啊，也恳求你圣神带领阮众兄弟姊妹，毋若只是来教会参加聚会，更加会互相关怀，实践主的疼痛。恳求圣神大大充满伫阮的心内，互阮大家有活泼的生命、健全的心智，活出见证，有听的基督徒来荣耀主的名。互阮伫生命中的生活、工作、平安的脚步，拢经历着主的祝福甲保守，每一天拢充满着主的恩典，行伫平坦的路途。主啊，阮嘛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圣手，求主亲自赐福来保守，来看顾你亲自交付的种植办工，来推动完成各项的事工。恳求你保守看顾每一位种植办工，有顺服受调的服侍、甘心乐意的心志，常常存刻无敬畏的心，甲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。也恳求主帮助因日日会当过着圣洁甲得胜的生活，成做信徒的典范，专心服侍你。祝阮今日礼拜头到尾，愿你来监督，求圣神充满伫会中，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也互阮伫敬拜中间，上帝的话语充满阮，上帝的圣神也充满阮，互阮会当将上帝的话听到清楚，听到明白，互阮的心思意念会当得到改变，也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圣歌队要来献诗，俄罗上帝。现在
咱圣歌队用优美的歌声带咱敬拜主，愿一切荣耀归伫上帝。只是请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。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旧约诗篇150篇第1节到第6节。诗篇150篇第1节到第6节。150篇第1节，念着俄罗耶和华，就伫上帝圣所俄罗伊，就伫伊权能的穹苍俄罗伊，就因为伊大权能的行做俄罗伊，照伊美妙的权大俄罗伊，就分扫角俄罗伊，弹瑟弹琴俄罗伊，拍鼓跳舞俄罗伊。用诗弦的乐器，甲分箫俄罗伊；用声大的喇叭俄罗伊；用音悬的喇叭俄罗伊。凡若有喘气的，拢着俄罗耶和华，念着俄罗耶和华。今日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赞美的生活。赞美的生活，这是请咱恭敬来听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因为咱台湾要有风台啊，所以今仔日早起，咱就发现到咱的天气非常的无稳定。不过我看到咱兄弟姊妹无论风雨。咱还未有风，但是无论落雨，咱悠然来到咱中间。但是咱莫袂记起阁有咱的兄弟因为落雨，所以无办法来到咱的中间，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，无办法甲咱做伙伫礼拜堂的中间敬拜上帝。咱爱伫咱的祈祷中间咱爱共款来纪念因、孝念因。也为着遮个无办法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咱求上帝悠然看顾带领，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慈悲大权的主上帝，阮真正感谢你，感谢你大气力，你的稳定疼痛引带阮，互阮平安过一礼拜，也互阮会当伫礼拜早起，阮大家组织做伙来遮敬拜你。但是阮知影台湾。要有风台要来，直到天气无稳定，有落雨，也安尼，直到有兄弟无办法来到阮的中间来做礼拜。主啊，恳求主上帝你会气力疼痛，悠然围围伫因的四周围，看顾因，带领因，互因甲阮伫礼拜中。做礼拜的兄弟姊妹同款，拢会当平平感受到有主你临在伫阮的中间，你的气力伫阮的四周围扶持阮。主啊，阮伫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，阮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也带领阮的心思意念，帮助阮，互阮对伫圣经中间所记载你的话。互阮无论讲的也是听的，拢会当透过今仔日信息的分享，搁较认捌主理，也会当灵命得到坚固。互阮无论讲的也是听的，拢会当平平对伫主理的话来得到利益，得到造就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咱拄读到诗篇150篇，是诗篇的最后一篇，也是会当讲诗篇第1篇到第150篇中间150篇，会当讲是整个诗篇的一个结论。这个结论就是最高潮的结论。就是一个亲像一个故事演到最后，伫要结束以前，有一个大结局。诗篇150篇爱咱，就是爱咱学到耶和华，赞美耶和华。简单5个字，不过这个真简单、真短的这个命令，所互咱来思考几项个问题。学到赞美，什么是学到赞美？然后敬赞学到耶和华，这个学到耶和华的这个学到，甲咱人对人的称赞，敢有差别？过来，上帝有大权能，伊的气力遮尔啊大，伊是丰丰富富的主上帝，安尼为什么咱需要学到伊？咱少年的时阵，咱在座的姊妹少年的时阵，应该大家拢是青春美丽。你也感觉讲啊，这些臭男生，我漂亮，我知道啦，你不要那边一直讲。咱在座的姊妹敢是拢安尼？因为你感觉我就生安尼啊，你甲我讲我水啊，有啥物路用啦？我就本身就是水啊！啊，你敢有想讲安尼？为什么上帝需要咱学到伊？伊已经是大权能、大气力，伊是丰丰富富，伊掌管一切啊！啊，伊为什么佫需要咱学到伊？佫来，咱要怎样来学到上帝？其实，咱现代人应该拢知影，咱知影讲，伫人甲人的中间，学到称赞即款的正面的话，比批评、比埋怨即款负面的话，对人的效果佫较大。也就是讲，咱即马会做父母的，咱拢接受真多的亲子教育。咱讲囡仔人伫做正确的时阵，咱家己学到，咱袂当干那伫伊做毋对代志的时阵，家伊处罚。咱讲学到的效果比处罚佫较大。也是咱伫公司若做主管，也是咱本身做头家，咱对待咱的部下、咱的员工，咱即马的公司主管，拢有受到即款的教育。咱莫干那伫遐骂咱的员工、骂咱的部下，干那伫伊做毋对代志的时阵，甲伊骂。咱一定管的上时，咱也爱有鼓励学乐的话。啊，真好耍！我捌伫拜五暗时早间有分享一项代志。俗话说，丑话先说在前面，这句话敢有道理？我举一个例，一个老师发考卷的时阵，这个学生考59分，啊，这个老师伊有2款讲话的方式。第一款讲，你已经进步很多了，可是59分仍然不及格。第二种说话的方式，
你虽然考59分不及格，但是你比上次进步很多。你想讲学生听到倒一款讲话，内容拢同款，倒一款的讲话，互这个学生会真快乐。丑话说在前面，因为人听话的时阵，最后一句话是伊影响上大的话。无相信你今仔开始对你厝邻的人，你安尼讲，丑话说在前面。哦，你虽然59分仍然不及格，可是你比上次考试进步好多。学生啊，听到真欢喜，说老师啊，称赞我进步很多。啊，连款一款老师嘞，丑话说后面，你进步很多，可是你仍然不及格。啊，学生安怎想？我都已经很努力了，我进步很多了，啊，你还在骂我？哦，这叫做讲话的艺术。不过，这是讲到人对人的讲话，人对人的称赞，学乐，人对人的学乐，好亲像是变成一款激发对方上进。像讲咱做主管的，安尼鼓励员工，也是咱做老师、做父母的。鼓励咱的学生，也是鼓励咱的晚辈，也是你想啊较社会化，讲话真甜，好亲像是变成一款控制人的心，也是讲要掠掉人的心的一款的手段，这叫做人对人的学乐。但是诗篇150篇第1节所讲，恁着学乐耶和华，恁着学乐耶和华的学乐，好亲像毋是讲即款的。当然，咱活伫社会中间，咱知影敖讲话的人，人际关系拢是真好。哦，别人的好，咱爱学习。但是当咱读到诗篇150篇，恁着学乐耶和华所讲的学乐，咱若继续读落去诗篇150篇，咱就知影伫诗篇的中间，甚至伫圣经的中间，学乐甲敬拜是同一个意思。恁着学乐耶和华即款的学乐，包含伫敬拜的行动。啊，咱也知影，伫圣经内底敬拜耶和华，顶有啥物？服侍耶和华。哦，所以咱主日礼拜，哦，可能咱有会友，咱有兄弟会讲。啊！我因为逐款的因素，我即马无办法，亲像过去同款，每礼拜来唱圣歌队，我无办法亲像过去同款，我会当来负担教会礼拜堂的摒扫，我无办法亲像过去同款，会当轮流来礼拜中间做招待，也是我即马已经落任啦。我无过是教会现任的长职，我无过伫礼拜中间做司会，但是咱也知影，敬拜耶和华顶有服侍耶和华。当咱大家坐伫遮做伙敬拜上帝，咱就是迄服侍上帝，咱就是迄参与教会的事工。哦，所以。咱做礼拜其实就是咱服侍的一款，好，所以咱教会无即款情形，有真侪教会会员名册摕出来，哦300几人啦，结果做礼拜人数
无到100人，哦，真侪教会是安尼，啊，咱教会毋是，哦，所以咱嘛是莫累积，哦，咱教会有真侪的优点，是其他的教会真兴盛的。所以咱大先来想即个问题，咱要伫倒位来敬拜上帝？诗篇150篇第1节，大先讲：恁着学了耶和华，着伫上帝的圣所学了伊，着伫伊关联的穹苍学了伊。这意思是啥物？无论咱伫什么所在，咱拢爱学了。咱知影上帝的圣所，无论是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无论是咱基督教会的礼拜堂，也是犹太人的会堂，无论礼拜堂是大间细间，无论咱的礼拜堂无共款的教会礼拜堂建筑有无共款的形，有的有尖塔，有的咧像咱共款是公务的一楼。其实圣所，这拢是咱的圣所，咱伫圣所学了伊。为什么一个空间、一个建筑物变成是圣所？因为当咱用心灵甲诚实做伙敬拜上帝，这个所在就是上帝临在的所在，这叫做圣所。不过，咱基督徒领受呼召，咱拄仔讲，学了上帝，咱就是敬拜的行动。敬拜的行动伫旧约圣经，敬拜上帝就是服侍上帝。咱拢是领受呼召，组织做伙，用心灵甲诚实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咱伫礼拜的中间，同心领受上帝透过圣经对咱讲话，咱彼此代祷，咱也做声吟诗，学到敬拜上帝。但是既然就伫上帝的圣所学了伊，上帝的圣所就是上帝临在的所在，上帝有上帝的所在。然后咱伫诗篇的中间，咱伫圣经的中间，佫讲上帝无所不在，也就是讲，咱对伫上帝的敬拜甲学了，绝对毋是干那伫咱礼拜堂的即个建筑物中间尔。这也就是诗篇150篇第1节的后半段讲到，着伫伊关联的穹苍学了伊。有的翻译讲，伫伊显出伊关联的穹苍下面范围的中间学了伊。这敢就是讲到即个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咱拢是爱学了敬拜上帝。所以咱毋是干那每礼拜只有礼拜的早起1点钟、1点半钟，伫即个所在，咱伫遮敬拜上帝。咱全部的生活，咱拢是迄敬拜上帝。这就是咱基督教会对伫16世纪开始宗教改革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伦理的观念，就是咱基督徒无错，咱拢需要工作。当然，咱在座有已经退休的，但是无论安怎，咱拢爱动，咱拢爱做，
咱厝里嘛爱摒扫啦吼，啊，咱家己吼嘛是爱运动吼，去做好，维持好。咱讲，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，咱爱运动，去做好咱的身躯健康。但是，咱基督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就是咱的工作。是咱学到敬拜上帝的一款的方式，所以咧，咱基督徒是为着荣光上帝，咱尽心尽力，咱做好咱家己的工作，就是因为这款的工作观、工作观，咱是工作是咱。荣光上帝的方法其中一项，所以咧，咱基督徒工作，无过是只是为着钱、为着趁钱去工作。咱基督徒工作，咱是要伫咱工作的表现中间，咱互上帝得到荣光。这叫做基督徒的工作观，所以这就完全甲一个世俗社会趁钱就爱趁大钱，发大财，这款的观念就完全无共款。咱大圣咱想的是透过我所做的代志，互上帝得到荣光。所以咧，做生意的人，我老实。我做员工的，我拍拼；我做主管的，我爱对待员工，爱互员工受到照顾，等等，咱基督徒对待工作，无过是看做这只是趁钱的手段，也就是讲。咱全部的生活，拢是伫敬拜上帝，拢是伫学乐上帝。咱若用这款的观念来了解，咱就学乐耶和华。那安尼，咱生命的中间，咱学乐就会变成。甲咱呼吸、呼吸同款的自然，因为咱做每一项代志，咱拢想做，这是伫敬拜上帝、学乐上帝。我想若安尼，愿上帝带领咱大家，就是咱咱活伫即马即个时代，有时阵压力较大，咱有时阵。煞袂去讲好话啦，有时阵讲话变做负面，愿上帝看顾，愿上帝带领。也是讲，咱有时阵会急，咱一急的开车落巴咧乱伫遐饲，也是讲人歪鸟我，然后咧，我就甲你客开车的时阵，当咱想讲，咱全部的生活拢是伫。学乐耶和华，我想咱渐渐提醒咱家己，咱自然咱生活中间咱所行所做，就会慢慢得到改变。所以咱无论甲人互动，无论咱开车的时阵，也是伫咱管理咱家己的金钱，也是咱管理咱的事业，也是甲人分享祝福的时阵。其实这一切拢会当成做咱敬拜上帝、学乐耶和华的行动。然后伫诗篇190篇内底，有讲到真侪有关音乐的，无错，音乐是咱敬拜上帝的行动中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咱通想象，
那一场礼拜的中间完全无音乐，即款的礼拜，咱的感受是啥物？哦，咱应该是无办法想象啦吼！一个主日礼拜，若讲完全无音乐、无抒情、无吟诗，迄款的礼拜，你的感受是啥物？其实，音乐正做教会礼拜真重要的一部分。这就是16世纪开始的基督教会的宗教改革的影响。顶礼拜有分享过马丁路德，伊的全家福照，伊的全家福的迄个画图的图是啥物？伊专家伫遐吟诗。这就讲到马丁路德、马丁路德，伊的宣教、伊的事工的中间，音乐的重要性。所以当时宗教改革的时阵，有一句话讲啊真好，讲天主教会非常惊改革中基督徒吟的诗歌，比马丁路德的讲道，搁较互教会来天主教会来行行。这表示讲，咱基督徒吟诗的气力是怎尼啊？是偌尼啊大？若讲到讲道，讲道者拢爱知影，伊无满意你讲啥物？你讲啊搁较有道理，伊拢会找空找帮。这是徛讲台的牧师的一个决策，一个觉悟。但是讲到吟诗咧，当咱大家吟诗阿罗上帝，哇，这就完全无共款了。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天主教会畏惧改革中基督徒唱的诗歌，多过畏惧马丁路德的讲道，因为音乐提升了敬拜甲阿罗上帝的话语。正做一款生命的影响力，也帮助咱表达对上帝的想法甲感觉。伫诗篇150篇第4节继续甲咱讲，就是拍鼓跳舞学到伊。拍鼓跳舞，所以咧，身躯的动作也是一款学乐。可能伫礼拜中间跳舞，这对咱较传统的基督徒来讲，可能伤过新潮啊。但是当咱读到跳舞会当来学乐上帝，其实是提醒咱学乐上帝，毋是干那透过声音，咱的身躯，无是咱的笑面，其实拢是会当学乐上帝。咱基督徒甚至会当透过非音乐的方法，亲像种画图，咱在座有真够画图的摄影、翕相片，甚至插花，也是演剧，这种种的行动，拢是咱会当敬拜甲学乐上帝。这也是为什么咱教会这么注重咱的插花。当然，这就是咱透过用插花来表达咱对上帝的学乐，因为这个花材是上帝所创造。同款，咱也是非常注重，亲像咱教会的布置，
这一切拢是咱会当学到上帝。上帝授予咱遮的恩赐，是要互咱将这一切用伫伊神圣的用途，就是爱咱敬拜甲学到伊。煞接诗篇150篇第6节，甲咱讲，既若有喘气的，就学到耶和华；既若有喘气的，意思就是讲，所有的受造物、被造物，拢是敬拜，拢爱敬拜甲学到创造这一切的上帝。所有的受造物，上帝所创造的一切，拢爱敬拜学到创造这一切的上帝。因为遐这，咱活伫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，咱活伫即个大都市，交通非常的乱。繁忙嘈杂，得递到互咱真无容易，也是讲真容易看袂到上帝，因为咱接受太侪的资讯啊，咱街路遮的车遮尔吵，人遮尔多，递到咱真容易看袂到上帝。咱有时阵会将手机啊、音响、电视开啊伤大声，也是咱目睭规工干那看咱的手机啊的荧幕，直到咱听袂到上帝的话，搁较听袂到既凡若有喘气的，拢着学到耶和华。所有喘气的，其实拢在学到赞美耶和华，但是咱听袂到，咱听袂到。这互咱常常会误认为讲，会误会讲上帝无伫即个世界，也是上帝离咱远远，甚至会互咱伫遐怀疑讲上帝敢真正有存在。但是诗篇150篇中间，诗人是看到即个世界充满了对上帝的学导，即个世界就亲像是上帝创造的交响曲。当咱安静的时阵，咱教会边仔拄仔有公园，咱听到风吹过树头、风吹过树叶仔的声，真正的，有时阵吼，带囡仔去遐散步，会感觉咱即个公园，真个风安尼安尼吹吼，真爽快。也是咱热天的时阵，蝉鸣，也是咱听到鸟仔迄叫，也是咱听到红婴仔的哭声。其实，咱若思考着有喘气的，拢学到耶和华，这一切也拢是对上帝的学导。只要咱愿意认真听，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上帝的大快乐甲慈爱，也充满了对上帝的学导。所以咧，咱爱甲这所有上帝创造的受造物，咱爱做伙来学导这个创造咱的上帝。来兄弟，可能有时阵咱感觉咱家己非常的平凡，有时阵咱感觉咱的生活
单调无华，无啥物特别。但是诗篇150篇是提醒咱爱认真去看到即个更较丰富、更较充满活力的生命，伫咱的四周围，伫咱的心上，咱的生命不只是建立甲上帝的关系，更较重要的。咱家己爱真做敬拜阿拉上帝的器具，咱透过咱逐款的文字，咱做伙用咱的一生，用咱的生命来敬拜阿拉上帝。咱做伙阿头来祈祷。大观音充满疼痛的主上帝。感谢你会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，也感谢你会恩典、疼痛、持续去带领阮，互阮会当一步一步平安来行过阮一生的路程。互阮到伫即马，愿通甲主理会当建立一个爸甲囝儿查某囝即款亲密的关系。但是主啊，阮承认，阮有时阵是即个真无用、真差的环境的中间，阮有时阵一无小心，阮就听无到你的声音，甚至阮一无注意到，阮就忽略到你会创造这一切对你的恶导。但是主啊，感谢你透过诗篇150篇，互阮知影。阮全部的生命就是爱学了你，无论是透过阮运用你修饰阮的文字，透过阮的工作，透过阮每一日所做的行动，透过阮的讲话，透过阮甲四周围的人的直接，透过阮管理阮家己的健康。透过阮医治阮的家庭，这一切，主啊，阮拢爱学到你。这一切也是阮对伫主你上重要的服侍。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，你的圣神也带互阮。永远袂花的热情，来充满愿望，充满信心，来过好阮每一日的生活。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扶持阮，互阮会当将阮所讲所做的一切，拢转换成做对你的学道甲敬拜。恳求上帝你带领阮，引带阮，互阮的生命成做学道的生命，互阮的生活成过做赞美的生活。我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，甲咱三面的，只是要来是应答上帝的话。圣诗第593首，
圣诗第593首。拄着试炼，知会为你真艰苦，至到蕊子失望，四面看无路，你所得的恩赐，逐项想来记。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主的恩赐你着算着笑，主的恩赐你敢算会了？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。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这是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拄着试炼，知会为你真艰苦，至到对这失望是你看无路，你所给的恩赐，逐项想来记。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笑，主的恩赐你敢算会了？主的恩赐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有时歌如愿落地到心软弱，了伊上帝听当过世界。你所得的恩赐，搁再想来记，要你就会无彼日日爱吟诗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笑，主的恩赐你敢算会了？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。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什么人有福气带来阿地会，无地土地上有天你有慈悲，你所得的恩赐千万会坚持，你的宝贝将会降落天地天。主的恩赐你敢算着笑，主的恩赐你敢算会了？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所以经过试炼，不论大小事，无地位只是我上帝真做主。你所得的恩赐，照有想来数，主的安慰放在因带到天堂。主的恩赐你敢算着笑，主的恩赐你敢算会了？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请坐。这是咱们来奉献，请唱妹结束甲面面结束来书献。
下面报告，我来报告吼。咱欢迎新来的朋友，也后请你继续来参加礼拜甲聚会。后一位玉兰姐，因为伊伫照顾因妈妈，所以即几个月拢伫高雄吼，伫婚姻遐。今日嘛有来到咱的来会中吼聚会。咱报告事项吼，第一项拜三伫即个10月初2下午2点半，是咱泡茶分享的时间。咱即礼拜要由杨长老来主谈即个彩色的人生吼，欢迎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。第二，插花班要伫10月初5上午10点吼，伫礼拜堂上课，请报名的兄弟姊妹准时来出席。第三，需要教会10月到12月时间分担表的兄弟姊妹，咱放伫后壁的招待桌面顶，咱家己来摕。第四，每礼拜拜5暗时7点半，是咱教会查经祈祷会。10月了后，要的主题是经文，是要换新约的圣经加来加入太书。咱请教会兄弟姊妹踊跃来参与吼。第五，需要探访也是意愿开放家庭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，请甲咱即个甲叶牧师也是咱教会中职来联络，通来安排吼。第六，后礼拜主日礼拜题目是上帝恩典慈爱吼，经文圣诗甲启用金句，咱拢家己来看吼。咱来看聚会活动吼，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，圣歌队练唱是上午8点45分。咱拜三的有每隔一礼拜有泡茶分享，就是下晡2点半到4点半吼。拜五查经祈祷会是暗时7点半吼。那拜六的插花吼是每个月一遍，是拜六早时10点。咱即个查经祈祷会将在是即礼拜是约翰三书，约翰三书1章第9节到12节啊。过来，咱顶礼拜出席甲人数甲奉献的统计，咱请家己来看。若有毋对的，则明兵即事，也是笑面即事来更正。咱来看咱本周的金句吼，伫正边的下面吼。念着阿罗耶和华，着伫上帝圣所阿罗伊，着伫伊关灵的穹苍阿罗伊。即是请咱用台语来读2遍了，再用华语读1遍啊。即是请咱大家来读。念着阿罗耶和华，着伫上帝圣所阿罗伊。着伫伊关灵的穹苍阿罗伊，念着阿罗耶和华，着伫上帝圣所阿罗伊，着伫伊关灵的穹苍阿罗伊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苍穹赞美他。诗篇150篇第1节。即是请咱用拱手来互相请安，平安。即是请咱来念上英的诗，圣诗391首，圣诗391首。阿罗天顶主宰，创造天地甲海。保护万民，人人伫普天下，同心阿罗上帝，阿罗三位一体，白镜圣神，阿门。请咱起立来念，念书写，请牧师祝祷。阿罗天顶主宰，创造天地甲海，保护万民，人人伫
咱着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真足来看到地上万米所发出阿乐上帝的声音，咱也互咱生活的每一项事，无论咱所讲所行，拢转换变成对上帝的阿乐甲赞美。愿主赐福保护恁，愿上帝更变救恁，用慈悲款待恁，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，守护恁平安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倒避讳。